所以带上哈，带上是个动词哈，所以主要的主词是学生哈，学生带上头饰，所以通过的学生呢，它是一个看你怎么弄哈。正常来讲，它是个主词词组，才能呢是要配合这个带上哈。那头饰它就是一个受词哈，看看你怎么表达哈。那你可以开始练习翻了哈。那头饰呢，呃，秀姑兰是巴伦个哈秀姑兰是巴伦个呃。这个海岸是巴杜拉巴善哈，巴善好，那个马兰呢叫巴德拉哈，这个词比较特别哈，巴德拉，嗯、恒春的是指嗯、哈或者是你另外用一个好，如果你写好了呢，就可以拖上来哈。巴伦个呢，基本上它用巴呢就是提供哈，或者是让他带上哈。那巴多拉巴善呢？拉巴斯应该词根是拉巴斯了哈。那个岸它就是一个物品哈，就是一个物品啊。呃，应该不会是杜拉巴斯哈。那因为这个字也查不到哈。那这是海岸的了哈。巴德拉比较简单哈。德拉呢，呃，德拉有点是掉下来的意思了。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文化词哈，就是每一个部落，它这个东西怎样形成，它们有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会用这个单词呢？确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方言要研究的部分哈。那 G 拉 D nas 呢，这个还比较简单一点哈，这个是恒春阿美哈，G 就是有了哈，G 其实就是带哈，带的意思，带什么啊？拉 D nas 哈。好，如果你写好了呢，就可以泼上来哈。好，这个巴伦个啊是修古兰的巴杜拉沙办，巴杜拉巴善是海岸的巴德拉是这个马兰基达利纳斯呢是这个恒春当然这是从这个九阶教材里面摘录的单词哈。但如果说你的部落或者是有使用另外一个单词，都可以哈，都可以。嗯，
好，有人泼了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子期的哈。Upakali Fadai Amitilizai to Patra。好，这个Upakali Fadai 哈，通过的哈，戒指通过的啊。好像差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看怎么修改哈，就是好，我再修改。哎，好好好。好，我们看一下书写的哈。好，马登吉达不错过巴嘎利夫代啊，米迪利赛哈。好，这个结构就是，你用马胜哈可以哈，吉达不错哈。才能带上哈，才能带上哈，头饰哈。故巴嘎利夫代啊，米迪利赛哈，这个结构就是一个规范的结构哈。好，因为孤在这里哈，所以巴嘎利夫代米迪利赛通过的学生，啊，通过的学生，马上能够怎么样？吉达不错，带上头饰哈。好，这个鸡呢就是带上的意思哈，这个鸡啊。好，这个就是一个规范的句子哈，所以那个阿兹固哈，就是你看一下这个结构哈，怎么改一下哈。好，千代哈。琪琪，我少了阻隔，应该是好，一定要有阻隔标记对，哈，所以你再修改一下哈。好，好，这个就是你们习惯这样子，其实是对的，但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翻译变成是一个很规范的翻译，然后呢，结构是对应的，当然意思表达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更精准哈，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字哈，包括书面语啊，都是属于口语，并不是书面语哈，差别在这里哈，书面语跟口语真的是不一样哈。那因为我们的文字化呢还不是很久远哈。如果说你是按照先进的国家哈，日语英语他们的语法结构跟口语绝对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翻译修正成一个规范的记法结构哈。好，所以基本上你们的翻译都是意思表达都是正确的哈。但是就是我讲的，你看学生他是个主词，然后他是通过的学生，他是一个主词词组，哈，然后动词就是大以上头饰，哈。那如果说按照中文或英文的结构，你看带上什么东西，你看他这个那个Miss Go 那个不是那阿兹 Go，你看他就用这个 do 其实这个概念是对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用词缀。我们是用词缀去表明，所以很多是要靠词组或词缀，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部分哈。老师，我的阻隔是加在句子的最末，金辣。你用紧了哈，嘿，那你这样子哈，就是说你看，好，我先把它打上来哈，紧了哈。你是千代吗？是好，不好意思啊，紧了对不对？
好，紧了哈。Uya pakaliftai amitililai nga mi巴杜拉巴善紧了，基本上是可以了哈。问题就是说哈，按照字面来讲，通过的学生是不是？所以你的中文就要改哈。通过的学生，你才能哈，就变成是你才能啊，你的就是才能嘛哈。米巴杜拉萨啊杜拉巴善紧了啊，基本上是可以了。可是就是说，如果是我要这也不是纠正了，而是说你要按照字面的词去翻译的话哈，你这边就会差那么一点点啊。比如说这一题翻译是5分啊，我可能就扣你0.5分了啊，不会给你满分啊。就是说你的结构啊就多了这个词啊，因为它的什么？它的主词是什么？巴格利夫代阿米提利塞有没有？巴格利夫代阿米提利塞，这个是个嗯，主词词组哈是。啊，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把它调整一下？怎么调整哦，好，我懂了，啊？嘿，我改。好，谢谢老好，再师。改哈，不会哈，我们就是要这样练习哈。好，这过的好，这过的也是一样哈。你的这个阻隔标记并没有出现哈，阻隔标记哈。要有故事吗？好，对，好，要有估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句子，它一定是一个句子哈。如果你按照这个的话，你就不是句子，因为没有主词哈，没有主词。在我们阿美语来讲，如果你没有阻隔标记，就没有主词哈。那当然，那个千代他把金辣加进来有主词了，问题是这里面的主词并不是金辣啊。当然，你可以说金辣是学生啊，问题是这个翻译就是有点不对称啊，不对称啊。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智慧的哈，智慧的。所以智慧你是海岸的还是修过来呢？海岸。海岸哈，好，没问题啦。巴嘎利夫戴尔西度啊，就是通过的学生哈，主持是这个啊，没有问题哈，很好。好的，马上啊，记得不错，好，可以了哈，好，可以，好，好，西度呢是这个日本的介词了哈，好，日本的介词，日本话哈，好，当然我们讲学生那个米迪利赛、米主大赛都可以哈，都可以，好，所以这边呢，嗯。这边出现一个好会用大概比较是南方哈，会用搭呢，大概都是比较偏北方哈。这个这边应该有这个音了哈，比较好哈。大好，这个两个词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哈，这两个词，那也可以翻成才能哈，如此哈，如此哈。当然马上也没有问题哈。这个都是属于转折语哈。好，现在的改好了哈。nga mi pa tu
拉巴善古巴嘎利弗代阿米迪利赛哈，这个结构就是一个规范的结构了哈。巴嘎利弗代阿米迪利赛它就是主词哈，所以咕咕就是一个标记，表示后面它是个主词接着这个试验的通过的哈学生米巴杜拉巴善能够去带这个头饰所以这个结构就是一个规范的结构好，剩下这个阿兹古的好，少了一个 NG。好，那米巴德拉古巴嘎利夫代阿米迪利代所以这个结构就是正确的了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常常说话大概都没有问题现在就是我讲的这个结构因为它的主词是学生动词是带带什么带头饰可是有时候我们表达呢有些动词呢它是用词缀的概念去表达有些是用词组的概念去表达我是都可以都可以现在我们就是要练习练习这样子好，我们再来看好，长老为我们祈福，并勉励我们努力读书勤奋工作长老为我们工作，所以这里的主词在这里长老做什么？祈福为我们祈福勉励勉励勤奋工作勉励我们努力读书，勤奋工作为什么祈福这是个动词勉励当然后面就是主要的是这两个为谁祈福勉励谁勉励什么好，长老祈福勉励努力读书，勤奋工作那你看一下，就是说长老看你怎么翻祈祷也可以了或者是揪肉也可以了揪肉是长老嘛揪肉。那揪肉的话是日本介词了好，你看看看看怎么样？那因为这个句子比较长一点，你可以合并可以合并也可以分开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把每一个字给它翻到长老为谁祈福并勉励并当然并不是最重要，它的关键字还是祈福跟勉励这两个字勉励努力读书，勤奋工作所以你看动词里面的动词就动词词组读书，你看读书是个动词，工作是个动词，但是主要的动词是祈福跟勉励，所以这个概念跟中文、英文是不一样的好，这个句子比较长好，那祈福呢，也就是祝福了祈福就是祝福，那勉励呢那如果说是祈福，那祝福你可以用这个 remember 这个词好，那勉励呢，也可以用remove 这个词
哈当然哈，看你了哈。告诫勉励哈，有没有问这个词啊？努力读书啊，这个比较简单哈。勤奋工作哈，应该这个都比较简单哈。那现在就是它是一个什么？这个词根哈，人们可以说是福气哈啊，所以它必须要用词缀的手段啊，去加在这个词上面，包括这个林木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签词表里面的单词哈，特别是动词跟形容词呢，确实是造成一些困难哈。因为学生就算背了它有些也不能用哈，因为要加词缀啊，要加词缀才能够应用在句子上啊。所以人们呢，你必须要加词缀，你们点也是要加词缀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还是要学构词法也就是在这里哈。好，子期的翻好了哈，很好哈。好，Parliament nomali tengah inu niaro niam patuur ho parimuot tamianan tu sa itzren matayar tu mitilil 哈，基本上你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哈，重点还是在这个你看马里登爱有没有？马里登爱哈马里登爱就是长老嘛哈，是，对，它是个主词，你看你怎么把它修正，有孤。或者这边只能用孤所以好，它变成就是说因为长老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去做什么祈福勉励的？对，好，所以这个马里登爱前面一定要用孤，问题是用孤之前，它必须要变成是什么样的词缀类型？这个就是你们要不断的练习，那个语法结构才会更精准。你当然这个解释是没有问题的说话是 OK 的没有错。现在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朝着这个标准的语法结构去翻译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进步好。所以长老就是主持主持长老做什么呢？为我们祈福，然后并且勉励我们努力读书、勤劳工作第一个动词是用 remote 没有错要把它变成是动词的类型不能只是remote 而已不行Parliament 你看 Parliament no money 登爱这个结构是对，可是呢，在这里那个 no 要改成 good 的话，前面要怎么改？这个就是要练习的哈。这个改成 good 这个改成 good，你看前面那个字要怎么改好，现在的好了哈。好，看到了哈。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哈。Parliament kukalas tamianan ha. Patul ho palimuot tamianan tu misaimer mitilil atau saka lalu kau matayal 哈。好，基本上这个结构就是正确的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孤在这里，所以 galas 是不是长老长老七老好 Parliament kukalas 就是长老
去祝福哈。达米亚难哈，达米亚难就是我们哈，去为我们祝福哈。巴多尔巴多尔哈，巴里莫哈然后接着呢，这个又这个勉励哈，勉励我们勉励我们哈，都米塞曼米迪利哈，努力读书哈。其实你看看，就是说哈，看一下Patuloho palimoot itamianan misaimal midilit 都 misaimal 就是那个千代，嘿，你看哈，就是这个都哈，这个都你看看改成你会比较顺，对呀，我刚才在想，我要啊，对，我就把它因为改成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动作，有没有是是，勉励我们，但是要我们怎么样努力读书哦，所以它还是个嗯，连续动作，有没有？嘿，好，Patuloho palimoot itamianan misaimal midilit 这样就很顺了，有没有？对，是因为我们教材我们看的我们中毒了，因为它啊几乎是不存在了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啊会不会太多，变成我在我在检讨我的啊太多，所以我把它抽掉。原来其实不要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概念就是说，这是一个词组哈，词是，跟词之间一定有它的连接词，我们嗯，词跟词之间没有连接词的词很少哦，大部分就是我们的词组哈，一定有什么的词组哈，的，是，还有什么嗯，nu 的词组是不是 嘿，nu 哈，嘿，还有 do 的词组。嗯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词组，那牵扯到名词、动词或者是形容词之间的概念当然都呢比较麻烦，有都嗯，都它因为牵扯到受格标记但是您刚刚用都呢，这个概念是对，可是你用都好像怪怪的，为什么？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对，好用都就是说用都呢后面它有些规定。是，都后面它必须要是名词性的，嗯但是你名词 animal 是动词对，好，啊很明这个显，概念对，对。说很明显，如果你用很明显，的话，它是连续动作，OK。可是你用好，都呢，后面就不能用动词，就是说，你看我这边有打个括弧，有没有？好，名词就说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可是就你念起来读起来就很怪，是不是？你觉得很怪，但是你又好像说不出什么，就是说这个结构，你看词组概念嗯，其实我们记法结构最难的就是什么？词组，还有什么词缀，就这两种。这个两个东西你搞定了，我跟你讲，你的记法结构就算长到西伯利亚也没有问题。好，对，所以是这个就是多练习就是是，不管你的好，句子有多长，但是你这个连接词之间的概念呢，一定要很精准。你看，估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主格标记。如果没有估，你就把它当成是词组，就是没有主对，词。好，谢谢老师，这个概念你慢慢的建立慢慢的建立我发现我我自己很严嗯重的错误就是说，我很了解那个意思，可是嗯，没有很精准的放那个连接词。对，这个是普遍的毛病不是说你的问题，包括现在因为我也常常在帮人家整理文章包括那个新闻的文章就是电视的文章、新闻广播电台啦、新闻的那个文章的内容，我常常做修改，就是说他们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所以这个语言潮开设这个课，我就觉得非常好但是我们要循序渐进从短句到长句慢慢的练习好，非常好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智慧的好，米巴多伦国加拉斯伊达米安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结构估好，巴里摩托伊达米安都嘎几一致了好，你看这里用都
好，这个就是很漂亮咯。用都，它后面就是什么名词，好，名词哦，好，这个概念很漂亮哦。阿弥陀佛阿杜嘎拉鲁阿玛达亚，好，就是那个肩带，你看到了哈，就是说用都不是错，但是就是说后面它要接什么名词啊、要接名词哈，所以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很规范的一个句子哈，好，非常漂亮哈，好。所以你要想那个咪什么要改成什么啊？改成什么啊？当然我是直接给你改成啊的话就 OK 了。好，但是如果你要保留都的话，你要把那个咪改成什么？你现在要练习的就是这个，就是动词改成他们讲的名物化，你应该有听过吗？名物化。我知道名物化。对对，名物化、名词化啊，这个就是个关键哈。好，我们看一下书写的哈。老师，我后面那一个。Mi parliamo di Cocaras y Damianan啊，巴里木头y Damianan啊，白色，这个不是你的吗？我有修，后面有修的。啊，好好好好好，哎，不要怕错嘛哈。不是，我刚刚也是在那个都跟啊那边卡住。是吗？应该没有问题哦。我看这两个句子哈，好。好，我们看第一句哈，Mi parliamo di Cocaras y Damianan啊，巴里木头y Damianan啊，白色啊，米地利啊，都马拉鲁干嘛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哦。好，就是你这个两个句子都对哈，Mi parliamo di Cocaras Damianan，巴里木头y Damianan都 B8，好，这个关键在这里哈，都好 B 啊，就是要变成名词性的哈，所以这个关键在这里哈，就是它要变名词性呢，它有两个概念哈，一个是 me 改成 b 哈 me 改成 b， 然后呢妈改成嘎啊，妈改成嘎，类似这种概念啊。老师，我第一个的后面是阿都是，所以也是要接名词啊，不用，因为它是并列的概念，因为马拉洛本身马拉洛干嘛大家了？因为它本身哈，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动词词组，对，它是跟前面走啊，所以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前面是动词动词，它后面就是接动词，我前面是都名词，后面就是接名词，这样。对，重点是那个第一个都对，所以你这个两个句子都是对的，没有问题。好，很好哦。就是你看，就是你这样多练习，有时候有些是就是说我讲的哈，就是说有些它是可以替代的啊，就是说它可以用 nu 来替代，也可以用 do 来替代。那为什么能够替代？就是因为它接的词后面的词的概念，就是它是属于什么词组 ，nu 是属于什么词组 ，do 是属于什么词组。这个就是你们要不断的练习翻译哈，这个才会非常熟练哈，非常熟练。好，再来，很好哦。没有了哈。子琪的还没翻好哈。好，这个看一下哈，子琪的哈，在这里了哈。有啊，我有翻在往上，我把米往上哈。对，我重新贴，我重新复制贴。好，看到了。好，OK， 我就往下面走哈。我就是你把它改成把成改成米，然后后面改成锅。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讲的主动被动的概念，有没有？就是说后面都不用后面。所以主词它一定是个施动者，是不是？主词它是个施动者，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所以马里登爱就是长老、耆老，是不是？所以后面是姑的话，正常前面应该是咪。问题是咪巴的么甚，咪巴的么甚，咪没有甚，
对，所以后面哈，一二没不要，如果说，但是哈，就是说米巴勒曼顿，我觉得就不行啊，米巴勒曼顿可以哦，哦，按可以哦，按可以，按 an 可以，哦，对，按可以，摁的话，你看，因为它就有点重叠，摁它也是个动作，咪又是个动作，所以基本上这个摁呢最好是不要啊。改成你把按，那么过嘛，你等下弄你要念哈，把多了后可以，啊，对，把忘多了后记那边啊，那你要习惯这边再加一个啊比较好哈，因为是把多了啊把你们哦啊，把多了后啊把你们哦，一大好，面那都啊都好，这边就有问题了，是爱之人哈，所以这边这个词必须多要改塞字了，或者是多一字，啊，因为它是你讲说啥一这要是什么？努力，努力是不是？嗯，所以都你看，关键就是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都的后面，它必须要是名词名性的。词，对，那你怎么把这个 miss 塞责任变成名词？多一字，这个可以，但是就是说他没有努力，这个只有力量。哦，你塞这个是对，可是它要变成名词性的，这个就是啊，你看哈，你看到上面这一句看到没有？上面比白这里有没有？哎，哦，比就是我讲的，都的后面要变成它名词性的，所以问题是你怎么改？可以改成 an 吗？一直烂，an 也不行，也不行。不行，都的后面不能接 en 跟 an。an 可以不一定，但是摁就不行，按还可以，但是这里用按不行。把一直认，把一就一样比把一字，对比把一字了哈，比把一字了，所以杀就不要哈。把比一字跟比把一字有差别吗？不一样，八就不行了，只能 b。开头用八就不行，因为八它是个实义动词，它要变成名物化哈，就是我刚刚有讲到名物化啊，它的关键就是你要后面 mi 改成 b 哈，还有包括这个嘎看到没有？有没有都看到下面这个都嘎一字了有没有？是，哎，要变成嘎，就是 b 跟嘎它会变成是名物性的词，就是名词性的词。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学词缀，就在这里哈。好，所以这样的话，啊，明白了吗？过嘛，你等下努力了，你看把多了后啊，把你摸的一大面能都比把一字啊嘛，大家了啊都米地利啊，这个结构就是一个规范的结构了哈。好，应该这个会请的哈，会请。好，我们看一下会请的哈。好，明白了吗？我们多阿三一大面能啊，把你摸的后一大面能啊，比把一字啊，好，这边好。比把一字也可以了哈，比把一字啊，米地利啊都嘎拉路干嘛大呀了都嘎拉路干嘛大呀了哈。好，基本上哈，你看他用呢，也是 OK 哦哈，比把一字哈，米地利哈，比把一字米巴们过嘛多少一大面呢，把你摸头一大面呢米把一字，比把一字。老师是用咪八一字吗？你觉得呢？哪一个好？好像咪比较顺对不对？对哈，好，没有错哈。你如果用的话，这边就可以改都啊，没有，这边改都你再念看看，改都看看，你觉得合不合适？咪八一字ko matuasay i tamianan. Palimuot ho i tamianan tu pipa itzer mi tiril atau kalaluk matayal 顺吗？可以呀，可以哈。那这个关键就是说，如果是呢哈，如果是呢，这边就要改成
咪，好，关键在这里哦。如果是啊，这边要改成咪，好，如果是嘟呢，这边要改成 b， 好，这是个小小的问题，可是整个记法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多练习了哈。所以你看到嘟的后面，你看不是 b 就是啊。如果是啊呢，表示它是连接前面的动作，所以叫做连动词。你看，你摆这了，米迪利有没有？不然你摆这的嘟米迪利不通啊，有没有？好，好，这个就是这个句子结构了哈。好，我们再这句哈，这句是最后一句哈，我们还是把它翻一下哈。好，当听到歌声时，我们一个一个的走出学校，迈向新人生。好，所以这边的主词还是在这里哦，我们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走出学校，迈向新人生。所以主要的主词是这个主要的主词是这个啊。当我们听到歌声时，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可以把它合起来哈。就是你怎么样去把这个句子变成是合起来的啊。当我们听到歌声时，当我们听到歌声时，就一个一个的走出学校，迈向新的人生。就是说，这个句子你觉得你怎么翻会比较合适阿美语的结构？就是你要学会去调整因为毕竟这个是什么？这是中文，怎么样变成是阿美语的记法结构这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练习特别是长句特别是长句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了听到歌声嘛一个的接一个走出学校，迈向新人生，这应该迈向新的人生，这个大概应该是没有什么单词没有什么单词。就是你看都是动作听到听到什么然后我们就怎么样一个一个主要的动作还是什么？我们就走出学校迈向所以这边主要的动词就这三个听到，然后走出学校，迈向新的人生好，听到就是一定是嘛等一了对不对？嘛等一了，多那嘛等一了所以你看就有，如果是这么说呢这个句子结构会变成怎么样所以这边本身就是什么？所以这个句子你看它在我们阿美语的话，可能就变成是一个句子所以歌声是什么词当歌声听到的时候所以中文是当听到歌声的时候，可是在阿美语呢，听到它是个动作就要在前，所以
好，看看你怎么翻哈。啊，即使你稍微有问题，你也不要太在意哈。我们就是不断的练习哈，调整哈。那这个 PPT 呢，我们也会发回去哈，发到群组啊，你也可以参考哈，参考啊。你最好是把你的这个原稿哈，自己翻的那个来做对比哈，这样你才会知道说这样比较适合还是怎么样啊。常常做对比的话，你就会进步的比较快哈，比较快。那基本上短句都不是问题了哈，问题都在长句哈。那长句跟什么？长句跟这个词缀，好，词缀的应用哈。好，这个现在已经翻完了哈。isi laulau sa nagakutula maisiyang sa si 哪一 Aya 段？还是妈咪si Aya？应该是因为它是出去嘛，也可以的，应该是应该是咪西阿要度，咪西阿要度会比较好哈。我们看一下哈，沙西阿要的话就变成是我有两者之间互相面对面哈，它有这个好，概念在哈。嗯哼，把它登页的多了留意啊。当听到歌声呢，哈，好，这个就是直接用词组的概念好吗？哒多多的干咪啊，那你公古案啊马萨达，好，所以这里哈，所以用咪哈，因为他们是刚出去，对不对？嗯，刚走出去嘛，所以哎，不会马上嘛哈，才刚走出学校门口嘛，所以还是咪有没有？好，好，还是咪，所以不可能是妈哈，不会是妈哈。那好，因所以因为我咪西我阿要读，他不需要那个请说。些概念，就是妈咪si Aya 吗？不用妈咪，没，他并没有了哈，就是说迈哦，向新的人生嘛，是，他就是走出去而已嘛，好，走出去面对新的人生啊，除非他又加一些什么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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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嘛哈，很简单的好，哈。不是很懂啊。哦，它是指什么？是远的，或者是久的，久哦，很久的事情。嗯，有没有？当然，理论上这个字应该不合适，不合适。你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词看看？就是我有看到还是先用书写的优，又因为用又比较好，就很因少为又就是是哦，或者是什么？这边我直接因为你已经说了又又或者是什么都那也可以啊，都那也哦，可以，好，都那八个登译了。这个那是什么？已经听到了，是不是？好，这个两个字都可以用，但是压不合适好，压就不合适学到了，嗯，好，OK，好，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休闲好，书写不错哈，你看他就直接用又很好。好，又matangin kurang留意又matangin kurang留意后面的mata多的kami amasatak na ipitilitan misi ayaw to follow olip 好，
基本上，这个马达多多了就是一个跟着一个了哈，跟着哈，跟来互相跟着了哈，互相跟着哈，我们就互相跟着哈。所以这边的结构你看就是嘎密，我刚刚没有讲到，嘎密是主词啊哈，主词哈，主词，就我们，他是一个施动者哈，就是做动作的人哈，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啊走出去，从学校走出去哈。米西阿要都法鲁海啊，我的如果说你一定要用妈咪西阿要也不是不可以哈，可能就变成是什么看一下，多那巴卡登耶多那就马达多了干米那你公古安马萨萨度用度妈咪西阿要度妈咪西阿要都法鲁海好，这个就先过好了，我们看一下别的哈。好，子琪的哈，他用压按哈，压按，所以你们比较喜欢用压呢哈。我是看卓语一乐园的，但是其实我不晓得压难，它就是压难就是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压难嘛，等于都好，没关系哈。对。好，然后这个马达多的啥？马达多的啥？kami masalah nani pilihan misi ayam tu pak luar boleh. Mata多的啥？你觉得这样通吗？就是马达多的啥？那个傻好像只是这样子啊，就是看起来一个沙哈，基本上沙哈，如果沙的话，它会变成是副词的概念。好。那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傻这样子，习惯性这样子哈。如果说马达多的山奈会比较好。山奈对，山奈山奈的话就不一样了。马达多的山奈干米这样就比较顺了。可以。马达多的沙好像差那么一点点哈。马萨达呢？你看米西阿要多发罗海我的好 OK 了哈。但是就是说这个压安难哈这个词也是一样哈，就是说这个压就是那哈，它的原词应该是压哈，压还是这个压哈，按它等于就是这个两个按就是事情，这个按就是事情，那件事情那个两个按呢表示强调，就是这个两个 r 已经缩减成一个 r 了哈。老师，因为后面可以括弧写事情嘛 ，an 是事情，然后强调，我怕忘记。你，我说你现在讲的是事情an 是事情。对，就是什么叫按呢？按就是已经形成的事情事物，已经不会改变的叫按，所以它一定是名词。按呢还不一定是名词。按的话有可能是动词，但是按呢一定是名词，就是因为按就是已经形成的事件、事物或者是物品。那按两个按是什么？表示它是两个后词缀按，它是强调的意思，强调这件事情对，强调哈。宫格中一个。所以，但是你的中文是什么？当，所以你看用压难，我觉得不合适哦。就是还是一样，我刚刚讲的那个概念。就是你不要看注意乐园哈，你可以参考。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练习哈，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当的话，我们也是会通常有就是又都那。我常见的就是这两个了。你会用当的话，或者是别的。可是你用呀那的话，我觉得为什么？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讲的，它是刚刚发生的，是不是？然后听到歌声，我们就一个一个走出去，是不是？那个叫刚刚发生，是不是？所以这边那这个那就是发生的嘛，有没有？那你用呀的话，它是很久远的事情哦。一滴呀或那个一滴呀，有没有那个呀？就是那里呀，啊，对，是很远或很久的哦，很久远的事情的。那个呀是这个概念哦。对，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还是用 you 啊，或者是 do not 啊，这个概念在这里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哎，好，智慧的哈。我们时间耽误一点没有关系哈。好，这个是智慧的哈。好，因为我们等一下你们过来留意哈。你看这个，它就是用句子的概念哦，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就是可以用句子的概念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这里哈。歌声听到的时候，你看，好，所以嘛等一下你们过来留意歌声被我们听到的时候当mata tu'u kami masasak na'i bijulatan misi ayau do falo hai oli 好，这个就是这边主词还是在kami 所以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的表达就是说这个句子呢，它可以用主词的概念主词的概念就是我讲的歌声它是主要的歌声被我们听到当歌声被听到的时候就是这个结构那等一下你们过来留意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句子结构我们再看一下别的。好，我们看一下会请了好，会请是用安怒好那么等一下过来留意它也是用这个句子的结构mata tu'u kami masasak na'i pitilitan misi ayau do falo hai oli 好，安怒阿怒当然也可以用了阿怒如果听到可是就是说这个慧琴这个如果阿怒跟这个当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讨论什么叫如果？如果阿努马等伊了，如果听到所以这样，如果说什么叫当？就是已经当你听到了这样。对，所以当是听到，如果会用那个当不确定所以没有，所以这个词不是不能用，但是要加一个因。阿怒可以，阿怒有听过吗？阿怒跟哈怒差一点点了，哈怒嘛等于了，过来留意，跟阿怒嘛等于过来就不一样哦。有没有听？有没有听过？没有没有这个词可以用。所以阿怒跟哈怒有一点点差别，但是哈怒是什么？它只有当的意思在。阿怒呢，只是如果。了解。你可以问你哥哥我问他都没反应，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写。不会吧？他在忙OK， 好，就先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还有这个子习子习的
好，所以又那么等于了啊，又那等于了哈。好，所以你这个结构比较偏向北方哈，又那等于了，过来留意啊，马达多多的干米马达多的干米。好，这边那个子习这边加一个啊会比较好哈，干米啊，你一比地理站，你他说的你是呢，拿一哈。拿一比对对例站哈，对拿一比例站就对了哈，拿一比例站嘛，好的，米西阿要的法罗海奥利好，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哈。所以这个主要的主词在这里有干命哈，干命哈。好，那你是用那哈，好，可以啊，那就是其实那就是发生的意思了，经历哈，就是听到这个歌了哈。好，那这边要加一个啊哈。这边要加一个啊会比较好。马达多多的干米啊，那巴迪利站，巴迪利站还是比迪利站大错比地利站，啊？比迪利站比较好了哈。比对迪利站哈马哈萨米西阿要的法罗海啊，好，没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打字也是会出现一点点小瑕疵哈，特别是以我来讲也是一样哦。有时候打字哈，想要用右边的手指，结果左边的手指先动了，你看，那字就错了哈。所以我这边再讲一下哈，这边有一个拿尼哈，拿尼哈，还有一个这个拿伊哈，拿伊，还有再帮大家加一个叫拿努啊。这个3个都可以用啊，但是有差别性啊。那努呢，它是一个独立的词，它不能跟后面的字加在一起啊。那一跟那尼呢，它是词缀啊，所以它也不能单独构成一个词啊，所以它是以词缀的概念哈，词缀哈，这个叫词缀。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词缀哈，它不能单独存在哈，单独 no 的话就可以哈 no， 因为 no 它是属于一个临属格的概念，属于原本属于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我们就休息5分钟好不好？好，好，休息5分钟哈，我们10分就那个你可以先练习番哈，我们10好。分钟就上课啊，好 ，OK。阿美族的始祖歌哈，起源哈，拉人阿万努邦扎哈，它大概内容其实这个反而很简单的哈。那斯拉和纳告是阿美族的始祖哈，所以其实这个句子其实都不难哈。所以动词在这个地方哈，动词是是，是不是？斯拉和纳告是什么？是主词。好，那始祖呢，就是看看你的方言的这个单词是哪一个哈。阿美族的始祖哈，所以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个词组的概念哈，词组的概念。好，那你现在来练习翻看看哈。那这边呢是用拉人阿万拉人阿万努邦扎，所以你看努我们讲努属于什么的阿美族的属于阿美族的什么所以为什么要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词组的概念哈。好，斯拉和那告哈，这个歌呢大概已经传唱很久了哈。现在就是说这个斯拉那告，看看就直接打哈，直接用斯拉那告哈，因为这个中文呢翻起来呢不太好哈。好。
好，现代的好了哈，我们看一下哈。好，乌拉伦阿万努阿米斯啊，邦扎吉斯拉阿吉那告哈，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规范的这个句子结构哈，基啊，所以这个基就是一个主格标记啊，包括这个基哈，好，所以吉斯拉阿吉那告哈，是是在这里哈，拉伦阿万努阿米斯哈，邦扎好，是属于阿美族的始祖哈。好，这个 OK 哈，非常好。所以这个句子都是算比较简单的哈。好，老师，如果遇到学生问那个嗯，几十啦啊，给它断开呢啊，几十哪个也成立吗？标准才是这样，这个才是标准。好，等一下我解释一下哈。好，好，乌拉伦阿万努邦扎吉斯拉阿吉南杠哈。如果是我会这么写哈，我会这么写。好，阿本身就是连接词，本身就有和跟与的概念哈。连接谁跟谁连接嘛，是不是？哈，就是连接词嘛，没有错吧？嗯，哈，所以好基是什么？基它是一个主格标记，是，哈，它是第三人称的主格标记啊。嗯，哦，好，第一次看到这样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基，比如说，好，金浪，金浪是什么？金浪是什么？基浪是什么？伊浪是什么？基米浪都是基啊，基浪都有啊。你看它都是基哦。这个基浪是什么？它是词缀。你有看过金浪的基是分开的吗？没有吧？没有，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叫词哦，缀，也叫格位标记，词缀第三人称，是不是？好，是，那这个是单数，渣是什么？渣就是复数，是不是一嗯样的概念呢？所以这个基它是一个标记，但是它也是个词缀，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些概念呢，特别是词的概念，nu，这个 nu 看到没有？嗯，就是我讲的这个乌咕嘟nu这4个概念，这是我们阿美族最重要的格位标记词，它就是个格位功能，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词，其他都是词缀。你要先知道这个概念。我们就靠什么乌，它后面要接名词，都后面要接名词，咕后面要接名词，nu要接名词，通通接名词。你可能还找不到，我不晓得其他的语言是怎么样了，但是阿美语就是靠这个格位标记来表示说它后面是什么词所以它有可能是动词，但是如果是动词呢，它一定是什么？它是名词词组它有可能是动作动作怎么样好，所以说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基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词缀词缀，就像金蜡的这个基、基伊蜡、基米蜡、基蜡，这个基是一样的概念就是第三人称呢，第三人称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它有人、有动物、有植物，也有什么不是第三人称，第三者人当然就是第三人称嘛，那动物呢？是不是？我们也好像没有是鸡啊，特别
是有生命没生命都是第三。啊，对，但是还是有差哦。像极极辣它就是没有生命的哦。哦，是，好，嗯，对对对，所以极辣它就是没有生命的哦，就是那个东西哦，有那个东西，有那个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是不分的哦，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称是有很混淆的啊。那很快的大概就这样带过了哈，就说啊，鸡它是个词缀，它不能单独在一个字，要不然鸡是什么东西？鸡，你可以解释鸡是什么吗？不行，它必须要附在这个石蜡这个人的这个词上面，哦，你才知道鸡是什么。就像什么鸡巴巴是什么意思？鸡爸爸长叶子，鸡巴巴是什么意思？对呀，所以它是个词缀啊，这个鸡是词缀啊。嗯，可是在这里它是什么？它是动词词缀，吉卡凤是不是？吉利过它的动词哦，它是人名词、称谓词的时候，第三人称它是主格标记，但是它是个词缀。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大概都出现在这里啊。当然啊，我也一直在讲，但是没有办法哈，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办法去主导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尽量把这个概念啊慢慢的建立起来哈。好，谢谢老师。不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子琪的哈。好，乌拉人阿万西努班扎西斯拉阿杜，好，所以它是用西了哈，西努哈。好，这个西呢就是鸡啦，是一样的哈，特别是马兰会用西的话，马兰跟男士比较居多了哈。好，乌拉人阿万西努班扎，西努班扎。那个子琪哎，可以吗？你觉得西它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这里？这个西是就是西努的那个西，这里的这个西那个我都打了，哦，都打哈好，我只要努绑炸而已，啊对好，乌拉人阿万努邦扎啊，只能出西斯拉现一个西。阿都这边这个哪告前面要不要加？你觉得要不要加？西还是要加哦。好，对，因为当然阿杜是并列，但是它是并列的什么？嗯这是个主格标记。哦，这个西是就跟鸡是一样的哦，它是代表主词哦，代表主词哈。好 ，OK，好，我们看一下慧琴的哈。啊，乌拉人阿万努阿米吉斯拉阿杜吉啊，那告哈。好，那一般来讲了哈，一般呢就是说，没有问题了哈，阿杜也 OK 哈，或者是直接用啊也是 OK 哈，用啊也是可以哈。好，所以他们现在的文章就是阿杜哈跟阿基啊，他们是翻成和嘛，啊，就是出现这种问题了哈。阿杜跟阿基哈，季哈，那理论上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个大问题了哈。那这个要研究了哈，就是这个鸡是什么？因为这个鸡是一个格位标记，这个都是什么？也是个格位标记啊，表示指示啊，指示什么？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说理论上是应该要分开的啊，都要分开哈，都要分开啊，但是现在很难了哈。但是我这边要讲就是说，都啊，就是我讲的这个乌哈，它是可以单独
这为什么不能弄？好，这个都啊，乌锅多努，它是可以单独在句子上使用的一个词。好，这边为什么变不了哈？所以包括这个都哈啊哈啊，它就是一个连接的问题哈，连接啊，所以它有和的意思在哈。其实这个可以论证很多单词了哈，很多。好，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句子是老实讲就是非常简单的句子哈。理论上这个句子这种结构呢是属于什么？属于中级、中高级，可能都不用到中高级，中级就应该要会这个句子结构啊。好，你这个用反过来哈，看看哈。好，吉斯拉阿吉那个乌拉那个万努阿弥萨，这个就是这个，我看一下哈。所以什拉和那个是阿美族的始祖哈，就是说你的这个翻译哈，这个是子熙哈，子熙你的翻译哈意思对，但是你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你这个结构是什么？你这个结构是中文的结构，是中文的结构哈，就是说这边的动词是哪一个？这边的动词是是，有没有？是，有没有？所以斯拉跟那告是主词，动词是是，所以说当然你的意思也是对哈。吉斯拉阿吉那告乌拉那告阿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中文的结构，所以你给它对调就 OK 了哈。就是说我们最好还是要保留到我们的什么？保留到我们阿美族的记法结构哈。好，乌拉那告阿米吉斯拉阿吉那告，就这样很漂亮啊。好，就说你这个意思是对，但是它是中文的结构，你是按照中文的结构去翻译，没有错。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么翻哦，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要练习什么？练习成一个规范的一个阿美族的记法结构我就想直接唱歌啦。OK 有这首歌不是吗？好 ，OK， 对，有这首歌哈，好 ，OK。好，这个理论上就是这个结构呢，就是你看它是和就是并列啊，就是所以并列的主词哈，并列的主词哈。好，我们看下一句哈。好，他们始于猫公山这个地方，所以猫公山叫吉兰阿善哈。他们是从开始是在这个始哈，开始哈，他们开始在猫公山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中文你自己要给它修改成合适的阿美语哈，阿美语哈，一定要练习哈，或者是说把这个句子合成也可以哈，但是你合成或分割呢，但是一定要把它的主格、动词受格这个概念呢，要写得非常清楚哈，这个才是一个我们要朝向的目标就是这个哈，要很规范不要只是口语哈。好，吉兰阿善哈，吉兰阿善，猫公山。那始开始是不是？所以开始就是什么？就是动词。所以主词是他们，是不是？他们开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讲地方呢，一定是用一用一，所以地方一定有一这个词缀也就是在。他们开始是在猫公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麻烦大了。这个地方这个词，这个词好。不腻
也叫这个，但是它叫是这个哈。古逆呢也叫这个啊，独逆呢也叫这个啊，奴逆呢叫属于这个啊。有时候的翻译呢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偏差啊。这个叫是这个。这个呢，奴隶叫属于这个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到底是哪一个的这个哈？所以孤立呢也叫这个，独立呢也叫这个啊。所以我就刚刚讲到，我们是以格位为标记，这个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啊。好，我们看有没有翻好了哈，有了哈。好，全带翻好了哈。好，它是用这个啊，那努多阿善一滴的爱度一吉兰阿善长了哈。好，主词在这里长了哈。好，长了，主词没有问题。他们好，那努始于啊，原本属于啊，都阿善，都阿善这个词可以吗？都阿善，你这个都阿善是什么？那个案我把它不是你读 us， 就是说在这里可能会有一点不合适。哦，那从祖先就开始嘛哈。嗯当然哼，你要表明的应该是从祖先有没有？当然他当然是祖先没有错，可是他是讲开始，好，开始而已。所以开始的话，可能用这个词不太合适。好，一滴的爱度，一滴的爱度一啊，那就是说，当然一滴的爱度是在那里，有没有？一滴的爱，一滴的爱是在那里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按照字来讲的话，他讲的是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一滴你爱都，一滴你爱度，好也可以哈。一滴你爱度，一吉兰阿善啊，可以哈。一滴你爱度一吉兰阿善，那就可以。那现在就是说开始，好，当然就是说从我们的祖先啊，就开始在吉兰阿善那个地方嘛，是不是？你的概念是在这里了哈。但就是说，当你的表达是对的，但是说如果我要很龟毛的话，就是你的翻译就扣分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最好是按照字去翻译。什么叫开始？开始，可能你要针对这个词开始哈。你再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词哈。开始。好，我想，好，这个书显哈。好，这个书显就是用弥撒大棒哈。好，弥撒大棒张了一吉兰阿善以迪尼哈，你用以迪尼哈。好，这个地方哈。好，弥撒大棒没有问题了哈。弥撒大棒就是开始哈。弥撒大棒张了，好，张了没有问题。书显哈，就是说这个哈，伊迪尼在前比较好哈，就是这个我们的阿妹口语大概都是这样啊，伊迪尼一有没有？伊迪拉一有没有？所以伊迪尼一起让它散哈。好，然后当然就是说，你也不是不对了，就是我们的口语比较是这样子比较顺哈，伊迪尼一，伊迪拉一哈，伊迪拉一不送有没有？
啊，一滴啦一咖喱菇，一滴你一大高，一滴你一桃园，有没有？有没有？大概都是这种哈，所以你这样的话会比较顺哈。那老师如果是一逆呢，可以吗？一逆一或一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一逆是在这儿，在这儿。那一滴逆呢，它也是在这儿，但是一滴逆它就是有点指定在这儿的意思。一逆一吉兰阿善后面要加什么？可能长辣就要在这里了。啊，一逆一吉兰阿善长辣，那个长辣就不能在前面了。就是你有时候就是有些词组哈，它有时候要靠一些东西去限定，才能够顺。如果没有的话，你看比如说弥沙大邦张辣一逆一吉兰阿善，就觉得怪怪的。啊，如果说弥沙大邦一逆还真的是不行了啊。弥沙大邦张辣一滴逆一吉兰阿善，弥沙大邦张辣一逆一还真的不行，用一逆还不行啊。好，好，我们看一下子琪的哈。那弥沙大邦是一个很通用的词了哈，但是开始呢有很多词哈，有很多词啊，就是看你用哪一个啊。好，弥沙大邦多奥利，弥沙大邦多奥利长了一级两阿三一滴尼哈，所以这个子琪这个也是一样哈，用一滴尼一会比较好一点哈，一滴尼一吉兰阿善哈，吉昂阿善吉兰阿善哈，上打了一个字。好，吉兰阿善哈，好，长蜡主持在这里没有错哈。那现在就说弥沙大邦多奥利开始生活是吗？哈。他没讲当然也不是不对了，就是弥沙大邦多奥利，你觉得开始生活的话，你应该怎么翻会比较好？弥沙大邦古奥利古，那又变成是句子了哈。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哈，弥沙大邦然后呢妈，是不是？马奥利是不是会比较好？马奥利好，所以用多可能比较不合适哈。弥沙大邦马奥利就是开始生活嘛，活着嘛，所以可能会比较好哈。但就是说，我的关键还是在于什么？就是说，你尽量按照字面去翻哈，尽量，除非他的中文不好啊，你给他修改啊，因为不一定中文就是跟阿妹是对称的啊。当然，他们在那里开始在那个地方，当然一定是生活了哈，一定了是没有错了啊。好好，这个好。千代又重新翻哈，我们看一下哈。好，居住哈，居住呢，那个概念就是相当于是生活是一样的概念哈。好，弥沙大邦马罗长了一滴尼一滴尼，弥沙大邦长了，弥沙大邦马罗长了一滴尼爱度。一吉兰阿善，一滴尼爱度，一吉兰阿善。那个千代，你看看要不要修改一下后面不太顺哈。弥沙大邦马罗长了，你看，一滴尼爱度，一吉兰阿善，就这边好像是断开的，有没有？你念看看，就看看这个地方要怎么修改。应该是关键词就是这个词要怎么修改。长蜡。弥沙大邦马罗长蜡。一可以加一吗？哪里一？弥沙大邦马罗长蜡一好，可以加一可以。好，这样就对了哈。一滴尼爱度一吉兰阿善，是不是？好，这样就可以哈。当然，你就说你变成是把这个句子怎么样分割了，分割成两个子句
这样也会扣分。就是说，如果是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个句子，并没有分嘛，有没有？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当然，在口语是 OK 了哈，只是你看，你当然这个翻译是对，但是就是会扣分了哈。哦，那怎么改会比较好？你说他帮阿妈罗脏了，你就是这个爱跟度去掉就好了，哦，一定你一哦，好，有没有？你说他帮阿妈罗脏了，一定你一级让他散，这个不是很连贯吗？就很连贯了，有没有？哦，对应到中文，好，对，好不好？好，谢谢。哎，不会哈。好，我们看一下慧琴的哈。好，这个很短哈，米萨达邦张啦，一定你一级让阿散哈，好这个一这个一哈，这个一要小写哈，一定你一用手机打，它会我知道跳。哈，对，没有关系哈，没问题哈。好，米萨达邦张啦，一定你一级让阿散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精简的翻译了哈。他们始于猫公山这个地方哈，所以好 ，OK， 没问题。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子习的哈，子习。好，就是这个句子哈是比较简单的句子哈。那一定你一级让阿三米萨达邦张了那一定你可以哈。好，就是说始于猫公山。哎呀，这个不好意思我先接一下哈。教授，我在上课，我等一下打给你好吗？不好意思哈，我正在线上上课哈。好，我给。那你说，你现在你在公司的有没有指导研究生？没有啦，没有办法，我就是有研究生要给你指导，那个他很热心的哈，好吧，好那一定你一级让阿散米萨达棒金了，就是我刚刚要讲，就是说其实这里就是真正的动词是这个哈，米萨达棒就是说米萨达棒张了，米萨达棒张了，这个是主要的这个短句他们开始米萨达棒张了，然后前面加这个那一定你一级让阿散米萨达棒，所以这个结构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是子习嘛子习子习就是你的概念，就是说，哎，你认为什么？这个地方，你认为它是主要的关键？这个地方在哪里？在吉兰拉山所以你认为你要把这个焦点提前包括这个就是说那一定你吉兰拉山长了阿米萨达邦把它另外改一下哈，这个结构都是可以的所以老师，我们这样考试的话，这样写是可以的吗？老师，我有疑问呢。我的话是可以。老师，我有疑问。你先听我说，哈，因为我现在讲这个两个句子哈。那一定你一级让阿三米萨大棒章，最主要的动词是什么？米萨大棒章了，最短的动词，其他都不要，删掉了。好，其他都是什么？都是补语，补助什么动词，然后受词，说明什么？主要的关键是什么？他们开始，他们在哪里开始？在猫公山这个地方。所以他把猫公山这个地方提前是 OK 的，你看动词可以摆在后面那一定你一级让他上张了阿米萨大棒，完全没有问题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记法结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说每个作者他的概念呢，他的焦点不一样
但是你的记法结构不能错啊，就算你焦点不一样，但是你记法结构要对，该是主词就主词，该是动词就动词，啊，不能主词变受词，是不是啊？动词变不行啊，这个概念还是要在啊，啊，记法结构才完善哈，完善。所以我觉得这个句子啊非常好哈。好，那请说。哎，刚刚是没有，老师，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学习用这个哪一迪尼，真的很棒啊。再来就是，我会面临学生会字字句句都会斟酌，就是说，米莎达棒干嘛呢？那是不是还做一个补充说明？因为我们这是连贯，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线是干嘛。那如果他只针对这一句，是不是要更详细说啊？干嘛呢？开垦吗？还是抓鱼呢？还是干嘛呢？是不是要加一个啊？干嘛干嘛？不是，就所以你是加个马洛嘛，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加个马洛？住在那里嘛，是不是？所以那个是我的写法。那现在来迪尼吉兰阿山张拉阿米萨达棒开始，你看你的重点是米萨达棒啊马洛住在那个地方。好，那个子期的是米萨达棒啊马欧利在那里生活，有没有？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就是你想说这个字说明的不太够，我加进来。所以你们的概念来自于这里，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就是说完全按照字面去翻译的话，下面这句非常好。那伊迪尼吉兰安山阿米萨达棒长了，那伊迪尼伊吉兰安山长了阿米萨达棒，就说，我的概念是，我认为吉兰安山比较重要，我往前。可是你的记法结构也不能错哦，就是你对调，但你的动词还是动词主词。你看，真正的动词跑到最后面哦，这个我跟你讲，这一句我跟你讲，这一句才是最标准的阿妹结构。对，因为那个死跟这个它直接连接起来。我跟你讲，最漂亮的就是最传统的阿妹结构是最下面这句。是啊，我们的教材就是都没有人修正嘛。你看你看它的动词跑到最后面了，很麻烦呐。可是如果你们不会解释，你们就完蛋了。很多人解释不好，都是在这种句子。那动词呢？因为这动词跑到最后面，那不是跟我结构不一样吗？错，因为要从词组的概念去解释这个字。为什么？就是我讲主词后面如果有啊，表示什么？这个很关键哦。主词后面如果有啊，它表示是跟前面是连结的一个动词词组。那个千代嘛哈。对，你可以找很多很多，只要是找到主词后面有啊的，你把那个动词往前调，绝对是 OK 的。绝对是 OK。所以你应该要多去参考一些文献，也就是说，比较现代的文献呢，我不建议你看。你要看什么？你要看就阿美族文化那本书，就是汪秋一老师现在教的那一本，真的你要好好的读那一本好好的读那一本好 OK。好，这个会请的了哈。那个打断一下，那个子熙，你年纪多大哈？子熙，不好意思，47。哇，那你年轻不错哦，好，加油哈，可以哦。你有到这个境界不简单哦，不简单，很好。妈妈教的。好，果然是母系社会哈。好，米萨达棒长了，一定你吉朗阿善，好，这个就是一个。老师，我都讲过了。你都讲过了。好，那就是会停的了哈。不是智慧了哈。我当时在这个学句法的时候，所以怎么动词都跑到最后面去？哇，天哪，很纳闷。好，米萨达邦章了啊，马欧列比迪尼伊吉朗阿善哈，所以你看这个啊，看到没有？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句子结构啊，这边有个啊，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口语上，那米萨达邦章了马欧列比迪尼伊吉朗阿善有没有？这个啊很容易消失哦，这个啊，
一定要加啊哈，因为真正的这个词组是这个哈，生活哈，米沙的邦阿猫列长了，一点一级啷个山哈。那可是就是我讲的主词的位置，它会跑到第二个去做分割哈，这个才是一个规范的一个记法结构哈。这个主词它会在第二个位置，但现在我们已经是可以变动了哈，可以变动，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了哈，比较麻烦的地方。好，看看一下还有没有哈？喜喜，我打断你的话，好，请说。我可不可以强烈的啊？我头很痛。我们现在有9节11、12节，那文化教材还是错误连篇，那为什么正大没有找陈金杰博士？我纳闷有找我，但是那个改音的我修改的是没有改不了啊，我修改的是这个恒春阿美语，因为就算是我修改，作者不一定会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哎，因为我们只有建议权，那没没有办法啊，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哈，一定要研明会主导，研明会的语言基金会去主导，才有办法，因为他随便找人呢，比如说，我去年。还有我的叔叔，我们就自己努力了哈，自己努力，就是说，好，真的，那我尽量把，对，这个没有办法了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导，那个看谁能够去干主委了哈，加油加油，看研明会的主委。好，我们桃园好好的学习就好了哈，好好学习，努力跟行信。对，我们一起努力了哈。好，谢谢。好，我们再把这一句翻好，好不好？这一句其实跟上一句很接近哈。他们从猫公山下山到奇美这个地方，其实跟上一句很接近哦，只是从，然后来到，有没有？就是这个结构，就是让你练习从什么，然后下山来到啊，就它是一个连续动作，你看看能够怎么翻啊？怎么翻？好，我们把这句讲完了，我们再休息好了，好不好？好，大家加油哈！好，那个圈带已经翻好了哈，真好。好，那一吉拉阿山啊，马里格伦，马布长了达了伊蒂尼啊，好，主词是他们没有问题哈。那你吉拉阿山从猫公山马里格伦下山达拉伊蒂尼达拉伊蒂尼，好，少了一个音呐，那个天带，慢，所以你觉得再加一个音就漂亮了哈，就差那么一点点哈。那吉拉山呢，马里格伦马波长了达拉伊蒂尼，然后呢？对，就说你看，就是这是我们阿美非常规范的一个什么伊蒂尼伊迪拉伊，是不是？伊蒂尼伊不送，伊蒂尼伊大高，伊迪拉伊大高，伊迪拉伊桃园，伊迪拉伊有没有这个这个概念？好，非常重要哈。好，这样就漂亮了哈。部分忘了标点符号。好，这样很好哈。好，书写了哈。好，那既然上升了，马波带了伊蒂尼伊给他就
这个就很好哈，也是一样的哈。他用嘛不哈，长了他们从吉兰阿善好毛公山好，所以你看这个啊看到没有？好，所以理论上哈，就是说这个结构比较是阿妹的结构，就是它的动词会拆开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跑到最后面，好，我们来改一下哈。好，那吉兰阿善带了一定的地位嘛不好可能还不合适哈，还不合适，这样比较好哈。好，那吉兰阿善长了嘛不带了一定的地位哈，好，可以了哈，没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说。老师，那上面那个达拉是不是前缀是可以直接这样用吗？达拉一定没有问题，它是这样可以个词缀哦，它就是把它跟伊迪尼连在一起哦，对，达拉它是个词缀。好。如果是达拉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包括这个一哈，就是我讲的那一它是词缀，那你都是词缀哦。好，它不能单独存在哦，就是这个概念你们要慢慢形成。包括这个一 give 有没有？这个一都是词缀当然它是什么？它是个介系词，没有错解释成介系词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因为我们叫黏着语，知道吗？我们叫黏着语，这个概念一定要有。我们是黏着语，说我们的词是黏在一起的，叫黏着语，黏着的。我们的词是黏在一起的，不太会分开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好，仔细哈。好，那一起让它散。好，马里格论哈，因为它是个连续动作，是不是？有一个连接动作，是不是？加个那一起让它散马里格论，长了带了一个位哈，可以哈。所以我们慢慢的哈，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有需要我再做解释哈，都可以哈。南一它是个词缀，好，一呢它也是个词缀哈，所以是这样子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哈。子琪。好，那一让它上涨了嘛，不带了一点一个位哈。那一让它上涨了嘛，不好，所以这里加个会比较好了哈。那个子琪好。那这边呢也是一样哈。这边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我现在的教法呢，有可能会冲击到你们的认证，也有可能冲击到你们的学习哈。你们有的人还在学校读书，所以就是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词的概念哈，词词哈，我们词的概念跟英文、中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很多词呢，它是用词缀的，附加在词，在阿美是属于词缀类型在这里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人在教词这个部分没有人教那我有教，就是教到词缀而已。那教词缀的话，会教到一些词的概念那我现在还没有真正在教词而已，词的这个课程。好，那除了词之外，就是什么词组
所以这个两个，我们阿美一难就在这里。那词麻烦在什么？词的问题就是词缀嘛，附加词缀啊。我们的词缀太复杂了啊！只要是咪后面要怎么变，只要是妈后面要怎么变，只要是怎么干，那个非常复杂啊。词缀，词呢就跟词缀有关系，另外就是词组。那词组就是什么啊？就是有这个啊的啊。啊的词组啊，nu 的词组，do 的词组啊，这个我们的关键就是在词的词缀、词组的啊词组、nu 词组、do 词组啊。那这些你观念打通了，你的记法结构就完全没有问题哈。所以提供给大家哈，那就是说，看看我们这个语言线上语言潮哈，看看将来会不会开设这样的课程哈。我真的希望就是说我能够帮助大家哈。那确实就是说啊，一定要啊，谢谢。清不清楚？一定要，一定要你们啊。那因为我也不能自己开课，这个是，比如说这个语言潮他要我开什么课我就开什么课啊，是这样子啊，哈，就是说其实我也播出时间了，其实今天礼拜三哈，我原本是在台北开课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就把那边舍了哈，我来这边上课，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特别是翻译，因为大部分的人哈。当然，他的中文不错，可是就是记法结构不行啊。阿美语翻成中文的问题不大，阿美语翻成中文的问题不大，可是中文翻成阿美语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啊。就牵涉到什么结构不一样，中文结构跟阿美语的结构不一样，那就会产生一些误差哈。当然，意思大部分都对，可是如果说记法结构的话，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主要讲的了哈。那也就希望说我们这个课程我们就持续这样的，那我能够多说就多说哈，讲一点，那我们慢慢有时候这个上面哈，当然或者是说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底下交流哈。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哈，好不好？谢谢老师。那之前我们就下课了。喂，哎，阿赖先生，喂，嘿。哦 ，Hello。